是客家甜心朱海基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欢迎收看《乡亲同乐飞》，大家来相飞。哎呦，听他来相飞啦！青蒿古老牙给眉毛，哎呀，我明白古老牙给就看就啊，回来娘家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还有，哎，我的靠山都在这里，有人情，很有人情味的。其实每个地方都很有人情啊，只要跟牙个地方哦，对我特别的亲切。从小在这边土生土长长大的嘛。哎呀，公公俺的屏东又好吃嘞，又好料哎。路上就啊宋梅，你就全部都认识，嘿嘛？哦，有，嘿呀，你就很多给很亲切哈。介绍介绍见面有嘛个评审先生来，芋头先生、曲皮陈先生、客家新城市潘秀峰先生、高友邦先生、齐峰梅先生。评审先生，今天麻烦你咯，哈。俺的节目动精彩哦，好好跟俺们评哦。好，最后拢满分呐，哈。好，本台搞得皆大欢喜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来继续来看体组的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十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还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青山流水何处起？送风难遇丢不依。千里眺梦不永恒，遥远的呀，初恋的爱你，从也不听呀讲起。有时不能随勇气，天长下爬爬爬，你的笑声忽远又忽低，又把腔调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重现，山歌已穷人穷多少年，人多少遍，把我梦的你给誓言，又把重逢都从前，轻轻流过你的脸，流浪安永的多少年，有多少遍，万水千山也情也愿。青山流水何处起？送风难遇丢不依。千里眺梦不永恒，遥远的呀，初恋的爱你，又把腔调飞向天，
轻轻流过你的面，流浪眼就不知多少年，有多少遍，万水千山的情的眼。有发千鸟飞向天。众赏鼓励，谢谢大家，呀，欢迎。谢谢。艺术用要按扁哦，哦，紧张嘛，人去开到唔会紧张的吧？拜托，不会啦，不会你那个紧张啊。是不对不会？你的战场已经战了几百场去了，对不对对呀？客家話有他刚會冇？发一点，意思是唐咧嘅。什麼？哦，老太家們係有做得冇？希望大家嗯，暗指誰？希望大家安子生。哎，啊，安志协，就全哇好有部都不诚意哦是客家人吗？是，都不是客家人哎哦。所以哈，是金平日今天好，我們還是講客家話。唔好嚇到那個來賓啊！請問那個林太狗啦，林大哥哈是，那你是本地人嗎？我是你哪里人？屏东林边。哎呦哦，那就是林邊。屏東啊。哎哎呀，在地的，哦在地的。哦，在地的。只是在地啊，为什么不是客家人会接触那个客家的文化？我是搬到台南去，然后接触到客家协会，我就去学，因为喜欢唱歌啦，哦，喜欢唱歌啊，听到客家歌啊非常棒，尤其是是三大调啊，哇，我一直很想学。真的吗现在会不会了？会吗？现在不会啦，还不，那下一次没关系，下一次好不好？ OK 下一次 OK，好这是我们客家版的刘文正跟那个刘家昌老师，对对对，没错今天表演的很棒哎呀哎呀，不知道哎呀评审老师听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分享的那个天修风先生来公平一下。讲实在啦，甲因为做前吼，其实有参加因哋咱个因哋客家天狮头的比赛吼，其实当时客家话唔系当标准，不过今边应该看到佢来参加因哋乡亲嘅同乐会吼，哎，进步当多的呢。哦，真的尤其咧唱歌，佢虽然讲冇辦法吼，講到當標準吼，冇辦法表達出來。唔過家嘅唱啲客家歌曲，加唱啲嘅唱鳥詞吼，竟然唱得當好。尤其兩個細阿妹，咩唔係客家人，誒做得老啲嘅安尼重新來編舞歌吼，真件非常冇簡單。我知道吼，不然你哋嘅鄉親嘅同樂會啲嘅節目吼，帶俾人哋耳目一新嘅感覺，真件非常嘅好哦，加油！係。什么的那个先生？什么先生？哦，哎呦，公道以后，哎呦，分数唐黑的低哦。先生，他都很满意的样子哈，来看一下那个。到底会不会得到滿分呢？老師，請給分。青春夢萬年夢，為了家庭犧牲有幾多？這兩位是同學，啊，那你們是組一個團體嗎？我們剛組團，然後就解散了。單飛啦。老師，請給分。17，曲老師，曲老師，你得加油了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！勝過！恭喜！做得得到那个分包。恭喜我們的林大哥，還有兩位 C 阿妹獎獎嘅阿妹得到前女。啊，恭喜林大哥！謝謝。哎，林大哥，歡迎你下次再來，帶來精彩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重赏鼓励，好听。好听，好听。来，老天司机头先给观众朋友问候一下。哦，我哋六队天气，我哋乡亲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中泰国归乡，乡总，总泰国，总太哥，你好呀，一团成立叫啊， 17年了，一團叫喏，哎屏東嘅字你按過喏，哎哦，咁唔到對韓前中生人呢就衝一頭見啊，出生就來參加呀，你還是8歲啦。 38歲，係啦，好啦，表演都按好，就衝按好，錯冇？譚坤蘭是平生欣賞啊，好啊好啊不知道喜不喜歡呢？徐老師，一個小妹唱那個聲音哈，非常的嘹亮哈，啊，寫來回答嘅唱啊也係接到幾好啦哈，誒，所以今日可以講大家表現非常好哦，繼續加油，為我哋客家文化哦，再加油啊！哦，傳承啊，對對是望那個陳先生哦，咁多安用一致好評呢。要急速度，哦，你跟男唔對衝咧就嚟急速，嗬，急速度好冇呢？啊，就看分數，嗬，看今日可以得到1到2點呢，做得到滿分冇呢？老師請給燈。加油加再來，油再來，再來，再來！哎，鄧老師，你落後了，鄧老師，你落後了。哎，鄧老師，你也是穿桃紅色的哦。鄧老師手突然間麻麻的，哎，對，哎呀，手突然麻麻的，再得到你嘅紅包2000條。哦，紅包2000條哈，恭喜你哦！表現到今後，台南大家中間來看海族嘅表演。是一样好梦，天文关注红烛，光有一朵烦恼，是对你讲，也了那的过梦，流汗那流水哟，心肚里只盼望因的生日呢，有穷哟。穷流汗过，一走一走，慢慢散掉，心事心里口。落叶流，吹强风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。青春梦，万里梦，为了家庭一生有一斗，杨柳下，点点抽，抽顿汤。故事慢慢讲，也无爱照顾沿途路，有时过意山无心头，希望身体会健健康康，好等到上强风，跳舞像绵绵的拍手。一个人的穷流汗过，一走一走，慢慢散掉，心事心里口。落叶流，吹强风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。青春梦，万里梦，为了家庭一生有一斗，杨柳下，点点抽。走等待，故事慢慢讲，也无爱照顾沿途路。落叶流，吹强风，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。青春梦，万里梦，为了家庭一生有一斗，杨柳下。抽抽顿汤，故事慢慢讲，也无爱照顾沿途路。
爽鼓励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下台讲下冇？我会讲下。一起起。哦，跳的唱的属是罗云玉的歌。对啊，也是代表我们那个美浓的风情，颜脸。哦，因为想要偷下首歌嘞。唱起来会觉得像对一般客家传统妇女她们以前努力辛苦的过程。哦，有，就是那种画面。对。然后搭配这个不插电，有没有？两位实在太精彩、太厉害了。对啊。这2位是同学。啊，那你们是组一个团体吗？我们刚组团，大家就解散了。单飞啦。啊，现在所以你唱你的，他打他的，他弹他的。对。那今天难得合体，又合体了，那献给我们乡亲同乐会。哎呀，没错。为什么会想要用这种不插电的方式来表演？为了省钱。有一部分是这样，对，还是因为想说，因为客家人比较淳朴，那想说用不插电的音乐，然后来表现客家人比较淳朴的精神，所以我选择用不插电的方式来表演。对你到底懂不懂？你有没有文化？没有了，我的意思是说哈，不插电很好。你看小康老师大拜哈，都插电插满电，没呀，插到跳电。我插的厉害。插得满的，就你说前一年3公半夜落去在插电，6样的时间哈就挑天，这个还蛮难的。就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接话。好啦，接下来看的那个欣赏，哎呦，曲欣赏来讲一下。各位哈，这个完全耳目一新的东西，是，而且激发大家，它一个木箱出来的声音。重要就是要怎么样打动我们的心。今天，然后他又有唱歌的那一种异乡的那种情景在，感，对，它完全不同。可是我们希望说，今天他们来一点，我们这个来到这个节目有一个乡亲同乐会，来，我们讲一次，乡亲同乐会，大家来相会。好，拜托你用个鼓声带着我们可以接下去。可以吗 ？Tempo。乡亲们同乐会，我们可爱的主持人，我们要用 rap。乡亲同乐会，乡亲同乐会，奶茶大上会，奶茶大上会，大声同乐会，乡亲同乐会，奶茶大上会啊！好过关，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哈达文化传承下去，另外奖金我会补给你的，对，不好意思。我评审说各碗瓢盆都可以打下去。对对对，种前期是吧？哈，有人讲拿那木头啊，哈，拿木头啊，拿拿落来呢，锵锵锵锵，那也是成为一个乐器啊。对对对。那就会嘛该，那就会即兴的演出。环保。好啦，环保，好，环保哈。接下来看那个评审欣赏，今天这个纯粹的声音能不能打动3位评审老师？老师，请给分。17、13、加油，徐老师！表演到懂芹菜啦，真的就是不插电的感觉，而且谢谢你们来，希望你们下次再来。好，这个那个红包6000块哦。可能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哎呦，看到也得按精彩的传艺表演，那嘿咩有请到传艺上的表演呢，大天发来报名，用钱同乐会哦，今天嘿辛苦的那个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天来产生的表演者，什么大家，用钱同乐会，大家来相会，下次见，要来报名哦。谢谢。